没有焦距拉不了，摇可以摇。奇怪，这台怎么都没人坐呢？有人，我看那个上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坐前面点，就没有被买掉，挺好，没抢到。你上座率这么低啊？学生吗？没有啊，看着人家学生了。专业摄影师。没有。我明天有来看吗？明天票没有买，我看情况吧。开一周。那你明天要来看吗？我有个朋友他2张票，明天收过来看，拿一张过来接你啊。白送吗？对啊，白送。他反正我看完再跟你说。我看完再跟你说。待会加一下你微信，让我把你的照片给你。啊，好。看完再说。看完再说。
你早得与兄区区修来。小姐，原话又有私信来了。哦，得我快来。是不是有人抢我们回去？帮我回去吗？明天，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，一家都是一山村，老夫是冲锋家事才不归。不与他共尝三餐，披荆斩，心中自山，身自黑。老夫瓶中开无归，无奈杀自心两三杯。小姐，都是山水长相关，小姐心思通明白，本想梦家是谁还你？但他勾起了你多情，倒是与老百姓听话些，背头是我做他妹。叫是空妹，我去叫孙磊。哎呀，宁心，宁心，哎呀，相公，相公，孙磊啦。是么？也得弟子正有要事请禀，方才听尹先生，你家中遇事情来了，是家父病重，财务委屈，父必离改归去。既是同生，我想禀明先生，明日一早登城，此甚好。相公，我这明早去啊。是么？因为兵外以后言相高，没什么。是么？因为玉娃手下来家。
然就觉得好悲啊。好上嘞。
哪有此国家荣？
望西梦，
把什么东西扔掉了？你没看到，不知道。在台上。
吧，说是小姐在杭州里头操。哦，仅是。有请两相公。什么小人八戒？也着亲手写什么？两夜城，是我未曾愿意。小人冒昧的问，望请见谅。哪里？两相公，请用餐。你心弟弟啊，是你心妹妹啊，不可放肆。想也着路过还生，乃是得理到此，相人不大人问哦。不管，上面一往往应得也，两兄。两夜城，我到此，请到四方上府，到应得前来接待。家园在，被两相公四方少主不得退马。是两相公去。四舅，弟弟，三把他冒准登门前来访你，你要举足稳重，不可放任。弟弟此话何意？司机，你为得家来，不必在那好人之境。因为你的喜事来了。见人别人不家来，为吾将女儿亲自陪。女儿盼得成龙去，结识良机成亲归。弟将女儿送上去，他就是有才有势，他是子子他文才。弟弟，女儿不配，门当户对，真是不配。女儿不嫁。为何不嫁？儿原是弟弟终老一生。儿啊，为吾也何曾杀得你离开西乡，怎得女他到家哦？弟弟，女儿年纪尚小，为吾岂可误了孩儿的终身？女儿不愿。我明白了，你在杭州之际，莫非也行？你被小姐杭州不识三岁，做了些什么？讲。宁心难舍无方。小姐在杭州不识三岁，与两相
妹，两兄请坐，也没请坐。两兄，你我上庭分手，比来可好？好得很，也没家具，想必安生。托两兄赐福，已办好。两兄此来是路过，百事得到，乃是得力到此。一来与人不大人问安，二来下毛王的家，九妹，九妹是啦。那一人去到道上送礼归，你是家与小九妹，上庭上面做的美，与兄弟得力当就亲妹。两兄啊，你到九妹是哪一个？就是小妹做一回。女兄早就知道，就是因为你呀，两三个月做的美，写诗姻缘太柔美呀。其他欢笑不心事，他真是你的家终身小妹从我因过眼，你为我礼上最少美。两兄啊，小妹如今心里事，不要想一生去难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但是无妨。两兄，小妹的终身已有弟弟做主，许配马家了。马他虽自知，马本才应得。
哦
两手。两手。
你这个应该怎么会叫？什么？你这个叫什么？你就长得是你。连毯都没有呀！小公，四侄，哦，他这个好像棺材小。公你怎能起来？四侄，你为了你老夫人哪里去了？你娘又替我去行医送药了，你可曾记得做父孝子？此些做父的人要当出来，原来也会帮着宁亲妹妹终身见证的。他来是不来？
我
家门的订花轿，那一名主教成长里半杯，两兄为母子忘情，夫妻是团身怕死悲，我胸中遭遇此一人，生死要人两三杯。怎么是？你怎么玩不输早？你这样，你怎么玩不输早？为父亲的归乡里。你一定要与儿成亲，你看见你受了你了句号，要一张你讲。女儿要孝敬看他撒辈，叫儿三妻子英名，花轿进房轿子，女儿要唱得一诉曲尽两兄们，听着马家来领去。怎能去尽三八人？他是知道谁担责，你的这是本身，为父开的高情，也是为了儿终身。是这么美，这么听，难道尊着你不成？只可惜忘情难懂换他心，妇女难做同人，倘若弟弟不答应，要不上江拜人。算了，
吃下。